过来因为非洲伫这已经禁止用喷饲猪，也毋过屏东县政府伫顶个月查到九如乡有2个猪条利用地下暗管运送喷来饲猪，这2个猪条是共一个头家，嘛互屏东县政府罚240万。另外，高雄市考虑到讲未来处理喷的成本会提悬，所以3月初开始，喷的代收处理就要开始收费了。 为着减少非洲猪这风险，屏东县农业处人员顶个月初来到9组的合法用喷饲猪的猪场进行稽查，想要到竟然查到含股的违规事件。姓杨的查某囝是这场合法饲喷的猪场业者，竟然甲收回来的喷，透过地下暗管送过对面阿母的猪场饲猪。农业处表示，姓陈的阿母无摕到合法资格，所以用喷偷偷饲猪，民机知影违规，佮照做，除了对2人重罚240万以外，也取消查某囝的相关补助。本府现场有将猪只采样及厨余有送验，那非洲猪瘟的检验结果均为阴性。因为非洲猪这中央公布对116年起全面禁止用喷饲猪，今年是开放摕到认证的猪场使用喷，原地拢是免费代替处理喷的高雄市环保局，对3月初1起要分2阶段来收钱。第一阶段收5成的费用，100公斤的喷要付157.5块。第二阶段对明年起是收7成，只要是无对水钱纳粪扫处理费的民众，若是要倒喷，拢爱付钱处理。有餐厅业者讲，去年非洲猪这过后，处理喷的费用就增加要8成，即摆3月开始成本会阁增加。猪瘟前的时候，我们的厨余都是按照月费收的嘛，对啊，然后现在这之后，政府的政策在改变，我们也得跟着改变啊。第一阶段自今年3月1日起，厨余处理费依目前本市待处理废弃物收费标准减收1半。第二阶段为116年到117年。 厨余处理费则减收1/3。去年非洲猪这事件了后，要安怎来处理喷，已经正做各县市爱认真思考的议题。除了政策的制定，甲提升处理的方式，环保局也呼吁民众配合，亲像甲喷的水分离好大，就会当对源头来减量。记者郭斌在柯家族邱超勇综合报道。